最近疫情较重的人数名也是各伫2位数到3位数的之间。三级警戒嘛对咧第2摆延长来到7月2号。伫警戒期间，艺文的相关活动全部停办，但是伫场地租金嘛是爱继续付，所以伫咧营运上有相对较困难。业者表示，因为现在这个非常时期，无法度营业过来纳租金，实在是造成真大的压力。武汉肺炎疫情的一个影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下达第一波的这个第3级警戒以后，那我们台南市政府也立意良善，有针对我们文创园区委外的场馆呢，来进行这个租金跟权利金免收的部分。那第一阶段呢，其实是到6月14号，所以在近期也接收我们文创产业的业者有在反映说，目前知道的讯息还是在租金打7折的部分。那在这边也希望可以向我们市府来争取，说在我们委外场馆。因为文创产业这个经营不善那也被强迫要关闭。在第2波疫情也延长到6月28号，甚至于昨天我们疫情指挥中心也要求要延长到7月12号，都是为了预防这个爆发性的这个旅游。那所以呢，在这边也希望呼吁，在委外场馆，不管是在国产署的部分，或者是市府本身呢，都可以针对我们的义务产业的部分来给予租金或者是权利金来免收的，降低他们的损失。议员嘛强调，因为疫情的关系，伫咧各行各业拢受到严重的冲击。台南文创产业受到疫情真大的影响，但是伫场地租金免费的部分，敢若有到6月14号，对6月15号到6月28号嘛是爱收7折的租金。议员呼吁市府会当继续甲好的政策甲延续落去，帮助相关的产业做伙渡过难关。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